这辆08年的奔驰 S500曾经以228万的身价傲视群雄，如今发动机漏油漏水，异响严重。经过几天的翻新整备，我们已经将发动机从这样变成了这样，还有这样。今天我们要将它重新组装，猜一猜，装到最后会不会剩下螺丝？话不多说，带你沉浸式体验安装过程。街邊焦急的我，餐廳憂鬱的你，隔片紗玻璃，兩眼帶些傷悲。交通燈下的我，揾到心愛的你，呼吸聲，學兒急速到死。冷雨撲向我，點點不飛，千斤高溫波濤，由你湧起。個個說我太狂，笑我不羈，敢要交出真情，那算可鄙？狂抱擁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氣，不需街邊觀眾遠離，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，街裏路人走過，交通燈催促過。雙手抱緊身邊的你，透過深水衫貼近你的呼肌，身邊多少指責都已一概不理，愛得真心，我倆應該吻死。冷雨撲向我，點點不飛，千斤高溫波濤，由你湧起。個個說我太狂，笑我不羈，敢要交出真情，那算可鄙？狂抱擁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氣，不需街邊觀眾遠離，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，街裏路人走過，交通燈催促過，剩下獨是我跟你，就讓宇宙給下
到此，发动机已经整备完毕。看完视频，你学会了吗？下期我们将把变速箱阀体做个清洗，然后就开始装车了。老车翻新整备，从不是简单的清洗和换件，而是重拾车主和这台车多年的情感，延续这辆车的情绪价值，让这辆车再陪自己走过下一个10年。如果你也有台陪伴自己多年的老车，你会选择将它翻新整备吗？打出你的车型，一起来探讨下。